酒鬼演讲呢，迄富丽通家拜年，掠口演戏，我那迄唔出，迄我掠罗山府嘅面，我爱对哪一位拜呀？少爷，少爷，来，要睇小事，睇小事。哼，好消息也係壞消息，今仔講壞消息就唔是報咧。哎呦，當然係太好嘅小事啦！啊，最近呢，講來探看下咧。王文杰，來世中啊，來世中，講乜解？愛將啊，太老啊，太老就來병空，也來병空。哈！萬年過年，在家中，過年一家，也來相逢。你係乜嘅好消息啦？你嚟你條你實在係哦。今天來紀念，講呀嘛講法，你倆該消息啦，全是差，掠到人犯嘅全部，人犯全部，等呀嘛得是來，亮出來為開愛面啊面之下，人犯那表出來開愛面子，全下，哈！一等人犯啊，條塊怎麼能得是愛？你還表出來，不欠是愛。你還說你乜個好消息？起碼個好消息啦！哎呦，你少呀，爺，不顯示愛你呀！你自敵其己就不敵其你呀！因為講啊，少爺唔是強富掛，該自然做事千才花，伊係腳步來踏叉，談多理當笑下那，哎呦呦的喲。嘿，錯，俺又我冇想到啊哈，來你聽。用板每呀講判事就有啊有王法，也在行為有政策，愛來其他來做買賣，將來變窮裝歸家，將來變窮裝歸家，來其他有買賣。你好啊，你呀，真是一個好辦法呢。哎，來你聽話，用板。看不出來喲，一個條路是唔會壞喲。哎呦，全部係少人嘅舊土要房。哎，啊個啥來？我用辦做啊。哎呦，簡單啊！個安尼呀，就寫封書信，本老爺，請老爺轉來呀，判了就安講。啊，唔過我寫乜解呀？嘿嘿，個安尼就寫，佢向百姓討錢，表人轉服去過年。寫佢五育百鄉，貴人的人出疆，個安尼再寫，佢飲酒談比。做個稀土春秋。哎，對，唔講阿爸，佢喺朝中嘅太官啊，雖然講你是有檢察管理不法嘅經驗，但所以啊，那有可能本佢轉來經常事情佢聽炒飯呢。哎呦，少爺，個安尼就老佢講啊，應該祝福啊，祠堂啊。被颱風吹壞咗咧，個孫生喺老家轉來探親。來里頭，想不到你暗聰明啊！
阿爸按油好，那汤到刺痛，跪下望呛呛，一天随时佢就倒转来。唔会正常。聂皇帝以后自家，佢总唔得讲，当佢不准转来哦。对呀、按样好就按样写，你也扮演五太上，迄年七月班的严格，等死啦。我哋去准备文房四宝。有一口话丰年呐，蓝山马边，蓝山边，爱将世事点多点，爱来将世事点多点。天地啦，夫妻呐，不要家言，归家言。来江山不来春眠，爱江山不来春眠。顾神言带上来。来了。父啊！一上来献父啊！两山空，我手里哭了啊，希望我把来心痛啊，是才痛，是梦来晴天呐，不言数，哪有来的是梦啊？晴天不言数，不言数。麾下是何人？有乜嘅言情要嚟控告？原来是陈凤鸣，我的夫君钟正邦有言情要来控告。哦，钟正邦有何言情？快快发出来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你这什么东西呀？启禀太医，我的夫君有口难言。
哈，有口难言，哎让人见咗阿舅咯。冇错，我的父亲把人所害，所以今天怎么来阿舅？太人呐！旁边来呀！大堂内拜叫，有口诉那，爱记来讲把三全部，就你讲来杀啊佛呀！上木中，拜脚脚数个上人物，到底起码嘅暗恶口啊！为何来见老子哦？个个拿来扶啊！上西讲来呀，太人，一直地在个老山夫强抢民女，假作生命富神，也有连下前人的地言，随一干阿不相，一可地得。老山夫佢也时常通用事情伤害百姓啊！哈？通用私刑，杀害百姓。哎呀，我老山夫死无良心啊！太人呐！真境界，
把相妹在你这江塔落山府，再来嫁海嫁人，又讲公公不帮忙，反倒成了哑火上身，所以无人敢出声啊！该为何你又前来告状啊？来到两位，算是他落山不应该。而我的宠妇干嘛这个身份，在他因时，我的芙蓉言事不穷，夫妻两人打算逃走，想不到半路子途把他捉到，可分给落山妇啊！我的宠妇假死逃过一劫，把他落山夫丢弃在了山边蔬菜，偏爱偷偷救走。夫妻两人因相卖命，谈到县令的地业黑个好干，张某是前来告状探人，你觉得天爱也有无辜死的百名不严肃啊！哎呀！唐伯也恼苦呐，这鬼神哪来做呢？太人哪来爱下，再多能有呐？请个那来出谁呀？你为要来不难，不顾来过大水，什么要不难？总正帮夫妻，你都躺着，不管一天问。老爷，唔好嘅呀！然啊，而家本官呢個判案，你從啊落嚟做乜嘅呢？哎呦，老爺，你敢啲廬山府家把，也個意思太人老要做，都喺你前堂講狠人，我以更加嘅面呐！對，哦，哎呀！前面已有事啊，上上我來做那，是得我來飛話個那，有點賣幫啊。夫妻哦，夫我情呀，眼神哪来眼啊？
好啦，莫哎呀，应该都前堂所猜，非你青天落一时。老太爷啊，你真叫冇乜嘅反应哦。哼！哦，係啲咧，太爷啊，千里迢迢返乡之主，小個冇辦法言揚，請太爷多多開下嘛。哎，本干一向公私分明，你那耽误公务，前来把敬人家，那挨出输气咯。该不得你这个书信嘛该呀？难道你不晓挨输气嘛该么？下改愚蠢，强太爷强托其实啊。太爷，本干回来几天了，我已时常在我面前提起到你。那老太爷啊，你上应该年，我咪从个堂到白相提起你啦。哎，你唔是神级来讲啊，你听我讲讲，我来对你的看法啦。人民我送啊神，才送啊来诸位，汉室啊该数啊饭，不用爱富啊。我讲啊，用出我爱高啊人，莫法啦无啊。个冇王法哈，个头摆呀，有个唐太祖，佢乜十标